有冇發現身邊總係有啲朋友樣又靚、學歷又高、性格又好，仲搵到錢，但係就長期單身。玄學上可能會話緣分未到，或者係天上孤星。但係其實從潛意識嘅角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優質但脫唔到單。當中有3個隱形陷阱。陷阱一，完美主義嘅詛咒，覺得一定要遇到100分嘅對象先至開始。但係心理學研究話，長期單身者對伴侶嘅最低要求平均多過一般人47%，而佢哋自己係未必意識到㗎。陷阱二，反高潮自我保護，越係條件好嘅人，越容易諗，如果認真都失敗，咁即係我有問題啦。於是佢會故意揀一啲冇可能嘅對象，例如係已婚，或者係潛意識去確保自己唔使面對真實嘅考驗。陷阱3，光環變枷鎖，你嘅優秀反而成為咗包袱，驚俾人話咁叻都冇人要，又驚對方只係中意你嘅條件，唔係真人，結果越嚟越唔敢俾人接近。點樣打破？用潛意識及信念重塑程式改寫完美即係安全嘅信念。第2步，練習逐步開放，由小型嘅約會開始建立安全感。第3，區分清楚真正嘅標準定係因為恐懼而偽裝出嚟嘅要求呢？如果你都有其他嘅感情煩惱，不妨私信同我分享，唔保證一定幫到你，但總好過你自己喺度鑽牛角尖。